身为一个英勇的骑士，本来就应该要帮助别人。就算沉睡千年的恶魔苏醒过来，将那黑暗的触角延伸到光明的世界来，我也将秉持着正义骑士的精神，举起我的长矛，向他宣战！呼哈！孩子们，我们来啦！戏里的堂吉诃德说：“身为一个英勇的骑士，本来就应该帮助别人，相信自己，坚持到底。”孩子们好像把这句话听进去了，让其他地方的孩子们也有机会享有同样一个欢乐和感动的夜晚吧。堂吉诃德的梦，因此可以随风继续转动。于是孩子们笑了，欢乐和感动在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传散开来，同时也唤起了爱的力量，唤起更多人的梦想。在不同的地方，用不同的方式，大家一起看顾着这疯狂梦想的每一里路。